已经迈入第13档的大新营嘉年华主办的新营区公所，为了表地方经济甲观光，邀集侪商店配合宣传，将记者会现场四合林等拢被特色的美食所包围，有澎湃板凳菜、毛小姐甜点以及招牌伴手礼。连副秘书长嘛讲，伊伫新营20几档，也毋知有遮尔侪好料。邀请大家11月4号、5号2天拢来新营。今天才知道，哇，我们台南，我们的新营，我们是服务盛礼的一个美食之都，新营也是最市人居，也是最好找美食的地方都在前面13年来，我们尤其在去年疫情的尾声，我们也同样推出我们的嘉年华会。但是虽然有受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新营公所跟我们金花局还有各位好朋友们的大力的相挺也都交出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迎接新营一年一度的盛事，经济发展局嘛借此宣传台南购物节，消费100以上上网登录都有机会抽大奖。到18号为止，目前消费金额已经累积到13亿，嘛请大家期待后续也会公布新币的好康。购物节就是加这些活动同时来同时并进以往的咱个购物节的活动的时阵，咱个人发票加迄个材质，会当登录了。今年手机嘛会使啦，手机会嘛会使。较早是200块，咱一个抽奖即马满100块就会使啦满100块就会使啦。像你的手机都当登录，而且伊是会当联机的你若超过100块，伊就寄一个所奖器互你。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